学台语，甲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41集，201条。一人开300就有够啊，就是一人分摊300就够了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做了，第二读做khai还是khui，第三字读做出，第四读做摕。202条，即卖乌白开，钱啊，不要随便乱花啦哈。好，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读做用还是用，第二读做开还是开，第三字买物件买，第四字灰灰。203条，见小灯siū-khì，就是羞愧变成生气，就是恼羞成怒的意思啊哈。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读做变还是反，第二读做转还是转还是转第三字读做返还是返啦返回的返嘛哈。第四读做转还是中还是动拢会使哈。204条，天气转冷啊天气变冷了哦。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第一字读做专，专科的专，第二读做转，第三字读做增，增爱增，第四读做变还是变205条，转水道头的时我发现下晡无水，就是转水龙头的时候我发现下午没水。下面有4字要来互咱选，咱第一字读做转转，第二读做转第三字读做转，第四字读做反感谢各位的收听。